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喂，咩情況啊？咁大煙嘅？應該行到㗎係嘛？行到我哋行快啲。喺港鐵屯馬線恆安站今日19號出現異常情況，有市民拍攝到近 B 出口煙霧彌漫住不明氣體，咁有部分人就停喺度睇下咩事，甚至係影相，亦都有人急步穿越濃煙上樓梯。拍攝者喺片段中表示應該行到嘅，我哋行快啲。隨後加快腳步穿過煙霧區，片段喺社交平台廣泛流傳。根據畫面所顯示煙霧處於出口通道，並未見到明火或者報警響起。有網民留言質疑現場人士缺乏危機意識。咁我都認為係。嗱，畫面所見有港鐵職員喺度嘅，其實可以行過去問下佢咩回事先，唔係見到有人行你就行。原來據報道顯示早上10點半恆安站對開一個建築地盤有工人喺燒焊嘅期間火花焫着咗帆布，起火。然之後就濃煙滾滾啦，咁消防接報之後到達現場，動用1條喉1隊煙霧隊灌救，近20分鐘之後將火救熄，冇人受傷。咁各位觀眾呢種煙霧彌漫嘅情況，如果你喺現場你哋會唔會貿然衝過去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